成日話一個人原來都可以盡興，不過返到屋企就閂埋房門，有心事又唔知同邊個講，會唔會覺得空虛、寂寞同埋好凍呢？你覺得自己家庭幸唔幸福啊？都 OK。幸福，中間咯，超幸福啊！超幸福。平時有心事嘅時候咧，通常會同啲咩人講㗎？通常我都係自己一個人消化，唔係我咩？通常同阿媽傾偈多啲，主要係伴侶啦，講翻工作上面壓力嘅。通常都會同屋企人講，因為佢哋係最了解我哋同埋關心我哋嘅人。即係同佢講完係好似釋懷咗，係開心咗。會自己消化咗再，即係覺得自己放低咗先再同佢講。有冇試過同 AI 傾心事咧？ AI 冇，AI 唔係人。我同公仔講心事。都可能可以嘅，因為同 friend 講好似會阻到人哋咁樣，同 AI 就冇樣。會唔會有啲孤獨嘅感覺咁樣啊？都有，唔係好多朋友咯，就少啲同人講嘢。你而家我係啱啱考完 DSE 之後咧，就冇嘢做，可能有種空虛嘅孤獨感咯。香港家庭福利會喺今年1月至2月進行隨機抽樣訪問，喺6大範疇，包括家庭團結、家庭資源、家庭健康、社會聯繫、社會資源同生活平衡等方面，探討香港家庭幸福嘅趨勢。調查發現，家庭幸福指數喺今年止跌回升，獲得6.09分，整體幸福水平屬於一般。另外，調查響應世界衛生組織近年關注嘅孤獨議題，發現19.8%受訪者達到孤獨臨界值，即係全港每5個人就有1個人被界定為孤獨，較世衛數字嚴重。知道今年嘅調查報告咧就話家庭幸福指數上升喎，咁點解會有呢一個上升嘅？先講下咧，其實呢個幸福指數係點樣計出嚟啦？其實我哋有26條問題咧去問個指數嘅。簡單嚟講咧，有6個嘅範疇啦。10分咧就係滿分，0分咧就係即係最差啦。咁我哋見到今年咧，其實喺6個指數裏邊咧，有5個指數都升咗，上升咗。咁所以總體上咧，今年嘅家庭幸福指數就微微咁升咗，去到6.09分。報告咧第一次涵蓋孤獨呢一個議題啦，咁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孤獨嘅定義同埋而家嘅情況係點樣呢？其實孤獨嘅定義咧係可以話好主觀，但係亦都有一啲客觀嘅量度嘅。其實咧大學咧有一啲孤獨感嘅量表嘅，咁可以透過唔同嘅問題咧去到了解，問3條問題咧就可以咧準確咁樣去到睇到嗰個嘅人嘅孤獨嘅狀況啦。包括咗係佢有冇覺得被忽略啦，佢有冇覺得咧冇人陪伴啦，佢有冇感覺咧孤獨啦等等。咁亦都係一個0至10分嘅一個問題嚟嘅。咁我哋睇到咧喺香港裏邊啦，比起世衛咧更加嚴重。因為世衛咧講緊每6個人就有1個有呢個孤獨嘅情況，但係如果以我哋呢個調查睇到咧，受訪者就每5個就有1個啦。根據調查啦，受訪者點解唔願意同家人去溝通同埋傾訴嘅？喺我哋嘅前線經驗或者做輔導嘅經驗咧，其實好多時咧家人係最親密嘅，但係好容易咧就係會有種你對佢有期望，而佢嘅反應會令你失望啦。又或者中間其實有好多太過千絲萬縷嘅關係，以至到咧佢哋覺得講咗都冇用啊。又或者咧講咗可能最後係嗌交啊，或者為對方好。其實有好多呢啲嘅原因，佢唔同屋企人去講。但係咧，我哋覺得更加令人擔心嘅咧就係，就算佢唔同屋企人去講，如果佢同朋友講，或者佢而家可能同 AI 傾偈，都可以係一個舒緩嘅渠道。但係原來有1成嘅人咧係又唔同屋企講，又唔同朋友講，連 AI 都唔講嘅。咁呢個我哋覺得咧係我哋話一個孤島嘅狀態，其實係更加令人擔心。孤獨會唔會對家庭健康有所影響㗎？孤獨好容易咧引起好多情緒上嘅問題，咁所以咧其實對家庭健康上邊咧都係一個好大嘅隱憂啊！因為我哋講緊家庭健康唔係淨係個人嘅健康，而係自己同埋屋企人嘅健康。對於推動家庭健康，你哋有啲咩建議呢？我哋好希望咧家庭嘅成員咧主動行出一步，同一啲咧其實你懷疑到佢屋企係感覺到佢孤獨嘅人咧去到交談。咁交談幾多啊？或者相處幾多先至係有效咧？咁樣我哋喺呢個研究睇到咧，其實只要你去相處咧，都已經明顯有進步㗎啦。咁但係相處個劑量咧，去到2個鐘咧，其實係好明顯地咧會減少個孤獨啦，同埋增加家庭幸福嘅。至於傾偈啦，唔一定係傾啲好嚴重嘅嘢嘅，其實傾閒偈都得嘅。就15分鐘咧，就已經咧係有一個好明顯嘅效果㗎啦。生活壓力咧就人人都有㗎啦。計我話想自己開心幸福，除咗做多啲自己中意做嘅嘢之外，人同人之間嘅聯繫都非常重要㗎。大家都不妨同身邊嘅人傾多啲偈，希望你哋都揾到屬於自己嘅幸福啦。